们这个车现在都200多个人左右了，昨天已经确诊了，现在有晕倒的女的已经大家开始帮他们往前面抬，有一个孕妇的情况是特别紧急的，她第一个晕厥了，晕厥时间特别长了，有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，还有4、5个孩子。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在现场了，一个一个的在救援。大家都不要慌，大家都不要慌。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从黎明到白昼，未来就在前方。跟着那一道光，一起实现梦想。守护着我的光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